来90页。嗯，上落尾一撮。是老贵吼。Hello。好，你敢麦分享你的画面，也是就开始读。来，我先开始。好，来分享。好，来开始吼。好，老贵甲伊的某。用对了哈。系啊，都只看起来是10项关键吼。我是分享。哦，对，这个有。等一下。我来看我的档案遮。好，看到好。老贵开始读吼。老贵甲老贵甲伊的某徛起伫吼，徛起伫新店的山边，毋是山场。山场是啥物意思？山场。山场山场是山的啥物所在？啥物部位？山场。系啊，头一摆看到即个词，山场。伊讲就是山的意思哟，山场。山拿山地。山场。就是山地。嘿，山地。好，因两人真热心敬拜上帝。这个上敢是爱第7条才对。上帝。上帝。应该是第7声啦。第7声上。上帝。上帝。好，第7声。等一下，我记一下，画这个第7条。敬拜上帝。好，法国拍台湾的时，有一群歹人10外个去抢伊的厝，煞用藤条拍因两个翁某，拍煞把因两人做一堆，讲恁若无再拜上帝，就放恁去。翁某讲，虽罔互因死，因也无要搁拜佛。的确服侍真活的上帝。歹人就迄因伫这是啥物水哦？迄因伫水里，这敢是较轻声遮较对，较轻声较思想好。伫水里，互因死。好，因的心思哦，因的心思到3日才起来。因的孙就买2箍观察，原来是叫观察，毋是观察。观察，大概是讲观察啦，白话讲吼。系啊，观察，等来查一下好啦。观察，就是读观察真没关系吼。伊的2区观察去甲因台，一个孙悠远热心敬拜上帝，到尾遐个歹人有诶互起反台，有诶互官府掠起台。好，了解啊！我来看迄个观察，还是观察？伊这怪怪的吼，一般是观察。观察较起啊，我嘛是毋捌听过
观察这个讲因为话安尼变成的音。头前文音，后壁白音啦。系啊，第二有呢，第二点有手呢，就若是查迄个观察，伊手观察伫其他腔口。哦，所以讲的确有人安尼讲就是好。好，来，我来。好，你敢来读一遍？老贵甲伊的某徛起伫新店的山场，因两人真热心敬拜上帝。法国拍台湾的时，有一阵歹人10外个去抢伊的厝，煞用藤条拍因两个翁某，拍煞把因两人做一堆，讲恁若无搁再拜上帝，就放恁去。翁某讲随望互因死，因也无要搁拜佛。的确服侍真活的上帝，就放的确服侍真活的上帝。歹人就ฮ็因伫水里，互因死。因的身死到3日才浮起来，伊的孙就买2躯棺材去甲因抬。一个孙犹原热心敬拜上帝，到尾遐个歹人有会互青番台，有会互官府掠去台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段。好，老丁，这敢是 ENG 才对。老清，应该是丁清吼。老丁清好，对，后壁有出现正确。老丁清是秀才，人真大汉爱安尼分开吼。人大汉，口才好，伊点后人，敢是苗栗迄个后人？对。好，伊点后人，因为遐有拜堂，伊常常来甲传道辩驳道理。辩驳就是辩论的意思吼。辩驳道理。辩驳啦。辩驳道理。这个是啥物事啊？辩驳道理。爱分开哦。就咩毋是讲动词后壁接受词就爱变调。辩驳。传道辩，这个驳字是，但是我看这个驳字本调是。对吼，来看伊敢有标毋对写调。对，本调是第辩驳。第音无对，辩驳。是。辩驳道理。辩驳道理。好，辩驳道理。好，辩驳道理。后壁迄个，我来看卖吼。艺术，这敢是艺术？艺术爱好儒教较严。了解，就是伊的意思，这个意思是伊想要的意思。对。意思爱好儒教较严。好，传道甲伊辩驳有年外。丁清逐摆输，伊的心真毋甘愿。若是伊有一个青铜是教会人，甲伊讲，伊安尼
受气是毋对，就带伊去修礼拜。为什么是修礼？敢毋是受？去修礼拜，守礼拜。修礼拜，了解守礼拜。守礼拜、修礼拜是啥物意思？咁就是去礼拜的意思。对。好，所以讲修礼拜，去修礼拜就是去礼拜的意思吼。因为犹太人讲，毋是犹太人讲，是个啦，守罪日的，守什么节日有无？是安尼讲哦，修就是甲过是到意思哟，过什么节？守就是 follow，敢是 follow 什么准则安尼？主要是因为因有即个叫啥？安息日吼。了解，守遵守迄个 convention 的意思。好，了解。礼拜你是较含咧讲修礼拜啦。就是我敢若是头摆看到即个讲法。守安息你较少安尼讲。守安息日系啊，但是就是拄则我就用守节迄遵守节气。毋是即只即个守节迄个意思还是守是遵守的意思啦，无毋对。是。所以守礼拜就是遵守礼拜日嘛。是。规矩啦，后壁无解释礼拜日有礼拜遵守即个规矩。是。譬如讲爱去教会听讲道啦，即寡。是。好，继续来看。守礼拜好，总是丁清游园备办真侪话，真侪话要甲传道输赢。传道迄日拄拄咧讲人的阳光亲像花草。伊坐伫医疗，毋是，伊坐伫医疗，应该是医疗啦。应该是医疗，因为我感觉正是医疗应该第二条吼。看看，好，我瞟一个第二听，坐伫医疗咧听。礼拜煞，伊甲传道讲，你讲一个道理你讲即个道理真好。传道留伊食到，伊真欢喜。对迄碟了后，逐礼拜到拜堂，伊所服侍的孔子甲牧主用火烧。伊的某囝也拢来礼拜。好。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。刘定清是秀才，人真大汉，口才好，一点后人。因为遐有拜堂，伊常常来甲传道辩驳道理。伊意思爱互儒教较赢。传道甲伊辩驳有年外，定清甲拜师，伊的心真毋甘愿。若是伊有一个亲同是教会人，甲伊讲，伊安尼受气是毋对，就带伊去守礼拜。总是定清游园备办真侪话要甲传道输赢。传道迄日拄伫讲，
人的阳光亲像花草。伊坐伫医疗伫听礼拜线，伊甲团队讲：你讲即个道理真好。团队留伊食到，伊真欢喜。对迄碟了后，逐礼拜到拜堂，伊所服侍的孔子甲牧主用火烧，伊诶伊的某囝也拢来礼拜。好，继续吼，这嘿段好，伊来圣道里有拄着哪款的几哪款的艰苦，伊的兄弟甲亲人爱害伊，读册人困着伊，无人要甲伊讲话，囡仔也毋甲伊读册。伫几若年的中间，无啥物无厨房哦，了解，无厨房无厨房通教，无通趁钱。虽讲安尼，伊也无失志，到淡水有升学校，伊来做学生，后来做传道到一世人。好，让你感觉来读一遍。伊来信道里有拄着几若款的艰苦，伊的兄弟甲亲人爱害伊，读册人困着伊，无人要甲伊讲话，囡仔也毋甲伊读册。伫几若年的中间，无厨房通教，无通趁钱。虽讲安尼，伊也无失志。到淡水有新学校，伊来做学生，后来做传道到一世人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个人单数米，单数米是下上州的人，伫11月15日，毋是11月11月15日174领水咧。信道理了后，不知出力伫教会，这个教应该有第三条吼，教会是好，第三条绕到去好，那是对较远，较远哦，较远，所以较远应该是第7条吼。对较远的人来礼拜，伊就互因食。几若年拢是安尼，迄年下上州要去新的拜堂，要去新的拜堂，伊有买地要献。了解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。好，单数米是下寿州的人，伫11月15日174领水礼，信道理了后，不时出力伫教会。若是对较远的人来礼拜，伊就互因食。几若年拢是安尼。迄年下上州要起新的拜堂，伊有买地要献。咱一般是讲对较远来的人啊，来礼拜的人，系啊，倒装句啊。他是对较对吼，对较远的人来礼拜，对较远来礼拜的人，了解，好好，好，继续后一段吼。有一摆拄着一个好业人出头做
对着来阻挡，迄个歹人用真侪银互衙门讲用各用计谋要陷害伊，无久去各伊告伊了解，无久去告伊，掠伊到衙门审问，审问吼，应该是审问。审问是审审是审问，了解，所以讲这是应该是第3条吼，审问。本条审第本条是第2条。审问，本本条是条第2条。第2条审问好，到衙门审问，了解。计谋讲伊是闹什么闹公堂是什么？闹公闹堂就是公堂闹就是去扰乱的意思哟。闹公堂，了解。安尼侮辱伊，第176开伊伫，等者开伊伫家里，这开就是关的意思哟。关伊伫家里，应该是。系啊，关伊伫家里，咁个开，好，关户也是 KOAI 啦。对着，系啊，应该是有，嘛是相应着你吼，应该是关伊伫家里。我记一个 KO。关伊伫家里。系啊，安尼讲就会通。关伊伫家里，这是关伊伫家里。拢会使啦，但是家爱读第家家里平声好，伫家里。歹势啦，伊遐咧飘啊，也关系感觉什么字都是平声。好，你讲你干嘛来读一遍？有一摆拄着一个好野人出头做对敌来阻挡，迄个歹人用真侪银互衙门，佮用计谋，计谋啦，应该是计谋，要陷害伊，无久去告伊，掠伊到衙门审问，计谋讲伊是闹公堂，安尼侮辱伊，第176关伊伫家里，官府也是做对敌。好，继续好。单数米伫家内无放杀上帝，逐日祈祷5摆，伫家内讲道理互犯人听，有犯人也来信探。也来信探，只应该有一个点吼，period，也来信探，势必伫家内常常写批互教会人，安慰因的心，好，所以讲安慰因的心，好，搁在伫家内抄圣经互犯人读，毋是互犯人读。到184伫家内死。好，遐个犯人真忧闷，通北部的教会不知体贴伊，即个体贴。来查一下体贴的意思。你感觉体贴？我无对着吼，不要紧诶，你。到最后，即
即摆是伊最后一句迄个体贴，什么问题？就是即个从北部教会不知体贴即个人，嘿，即个体贴照顾的意思哟，体贴照顾。因为伊拢已经伫家内啊，是要安怎照顾？还是就是因为伊伫家内，所以讲就是照顾伊伫家内的生活安尼。这体贴毋是照顾吼。哦，你查还是一个，我嘛无啥会晓解说，查一下系啊，字典。系啊，那是系啊，就是谅解照顾，嗯，了解照顾，嗯，谅解的意思较侪啦，伫遮。谅解哦，呵呵，较谅解，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小等下吼，我等你查即个巴克的版的译本是哦，毋是？无介绍。我应该安怎查呢？当时开始巴克的版的圣经伫台湾咧读。我应该咧查好巴克的牧师。1881年，嘿，诶嗯， ，OK 是1884年的5月吼，伊才嘿，开始印刷即个，嘿，诶，嗯，那无讲到即个巴克版嗯，圣经到底当时开始伫台湾，流传吼，对，伫开始咧读，看开始1880年大概是，嗯，因为遮讲了安尼无介清楚。好，咱当做是1880年啦吼。嘿。啊，为什么爱就是爱找迄个巴克利的圣经的时间？敢是讲就是爱看伊迄个抄的圣经，敢是即个版本？毋是我咧看我迄当阵迄寡信教的，嘿，到底迄寡教导到底有咧读圣经无？哦，好好好，啊是讲敢若因敢若听牧师讲听，道安尼尔，哦，是是，安尼到底信偌济？嘿嘿嘿，我真嘿啊，遥远吼。真歹讲，嘿，嘿，所以我咧看一个巴克版圣经到底是当时开始伫台湾，嗯，咱拢好，无讲着。嗯，嗯，嘿啊，
180事。但是圣经是嘿啊，当时开始因为无讲着，对啊，不过该无事去传道，应该就有带一寡圣册，按照你来。当然嘿啊，该无书伊绝对有圣经，问题是英文，嘿啊，哦，好好，无可能是台湾人会晓读英文会当版。翻译吼，台湾家己翻译做台语安尼。嘿，所以我咧看到底咱来无讲着，奇怪，我记得较早我有看着，当时伊算翻译翻译圣经吼，白话的圣经，巴克的圣经，这是教会公布，这部啥物通好看？这应该讲，这敢咪讲着圣经？嗯，我讲到1880年第一嘿只迄个印刷机来台嘿湾，嘿，哦，厉害呢，是1884年装配印刷机开始印刷，所以就算，但是嗯，圣经有可能伫英国印好送过来，但是我看当然，可能是无啦吼，1884年。哦，嗯嗯，85年正式发刊，这是教会报。嗯，抄来抄去啊，结果拢无写。嘿啊，嘿啊，奇怪，好，因为拄啊好，这是1884年，啊，就拄嗯，好到底是有啊无吼？好，OK，嘿，好啦，看袂出，以后再来查吼。我就甲这段好好好读了。好好，但属米伫家内无放杀上帝，逐日祈祷5摆。伫家内讲道理，互犯人听，有嗯犯人也来试探事米伫家内常常写批互教会人，安慰因的心，搁再伫家内抄圣经互犯人读，所以应该是有啦吼，有圣经啊。嘿啊，到184伫家内死，遐个犯人真忧闷，通北部的教会不时体贴伊。嗯，好，继续吼，嘿，后伫台语壁一个，内底吼，我读着体贴，嘿比如讲啊，嘿，真体贴伊的困难，真体贴伊目前的状哦，况，会嘿，安尼讲啦吼。嘿啊嘿啊，方式，毋是嘿敢若照顾尔啦，有时也是无一嘿，定照顾啦，就是讲迄种体谅伊的心情，体谅伊哦。状况安尼迄种体贴。哦，所以讲这个所在安尼讲，是因为伊拢伫家嘿，家内，对对对对，嘿，所以乖乖伫家内好，对对对，大家所以讲都理来解伊，做真同情，还来真嘿，体对对贴伊伫对对，迄家内，个体贴，好好，即个体贴是这个意思。嘿，伊个意思，好，嘿，啊，因为了解。我伫看即段咧，伊想讲，奇怪啊，伊有圣经啊，无伊啊，写批互啊讲道啊，到底是包括嘿，着圣哦，经。所以讲应该是有伫迄个教会朋友去解，互伊圣经，互伊帮啊，忙送批也安尼，看遮有咧抄圣经，我都应该嘿，是圣经啊吼。嘿嘿，应该是安尼。嗯，哦，嗯，单炮，哦，单炮就是我，单跑，单炮嘿是我一个这只教嘿会一个朋友，嘿，因的应该做。做伙，对，哦，遮好啊，厉害，好好好，你这段我继续甲来，好抄来互伊，来带，好，系啊，会好来使 你 hit 读嘿，screenshot 互伊看。嘿，好，单炮是北部第一早的长老，道理传到淡水的时，伊捌家己对五国去西应该是拢读着五股坑啦吼，哦，五股，五股去，好，嘿，是五股，五股五变有股去啊股。吼，呵呵呵，五股
五股天西睡觉船，诶，应该爱连做伙吼，睡觉船来淡水礼拜，好，好，听道理的是阿片食真大，应该读本调吼，食真大，食真大，食真大，哦好，阿片食真大，总是听见团道讲起食阿片的代志，伊倒去将阿片的器具一经拍破啊，一经就是拢总的意思吼，通规，好，其器具一经拍破，虽然演阿片真艰苦，伊也是决意毋过食。好，迄个演我来查看觅，演阿片怎样意思？感觉即个字要记起来。演，咁就是介有诶迄个意思。毋是，是即个字，演诶意思。即个字有动词，有名词，拢是引头诶意思。什么头？引头。演引，什么引？哦，是。叫做演。演，好。啊，了解。啊，伫台语除了做名词，会使做动词用，就是做动词，嘿是。虽然演阿片真艰苦，伊也是决意毋过食。好，了解意思。人去坑伊，感觉读轻声较顺吼。去坑，但是坑敢毋是第三条，第三声我就看起来，咱安怎想都怪怪。好，应该是第三条。啊，人去坑伊，也是坑伊，应该是坑伊吼，轻声较顺。人去坑伊，人去坑伊，伊毋听，安尼连10外日的艰苦，伊对安尼决心过就是改。了解过乌昏，所以讲乌昏就是阿片的意思。是，安尼了解，决心过爱变调，过乌昏。过乌昏，所以讲过就是改变。分调第二声哦，过乌昏哈，安尼了解好，决心过乌昏。好，这段你敢要来读一遍？好，单炮是北部第一早的长老。道理传到淡水的时，伊捌家己对五股坑驶细只船来淡水礼拜。听道理的时，阿片食真大，总是听见传道讲起食阿片的代志，伊倒去将阿片的器躯一尽拍破。虽然见阿片真艰苦，伊也是决意毋过食。人去劝伊，伊毋听，安尼连10外日的艰苦，伊对安尼决心过乌昏。好，继续吼。到五股天有拜堂，伊全家来信，单炮是真大汉，全家来信吼。全家来信，单炮是真大汉，粗勇的人，无论人假无要讲伊，伊毋惊。对会友，伊真清澈；对教会真出力。
伊伫8月17日176有受洗咧，迄时63岁，伊甲但愿天伫9月2日187设立做长老，就是北部第一早的。好，这段你感觉咧？好后壁迄3段嘛读了，好。伊有一个囝，甲2个孙来做传道。现时伊的父的第5代，父的第5代拢有信主。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拄我迄个朋友那人汉草就怪，就汉草就好，无怪，好。到五股坑有拜堂，伊全家来信。单炮是真大汉，粗勇的人，无论人假无要共伊毋惊。对会友伊真亲切，对教会真出力。伊伫8月17日1876年有受洗咧，迄时63岁。伊甲但天伫9月2日1877设立做长老，就是北部第一早的。伊有一个囝甲2个孙来做传道。现时伊的父的第5代，拢有信主。好，继续吼，后一个人，刘宽是新店人，伫1873听到道理，因为新店无拜堂，伊每礼拜直对新店行路到淡水。哇，就厉害呢！有完了。我想要查看卖这个行偌久哈。来看卖。我因讲塞车就塞足久啊嘛。塞车就一两点钟至少。毋过即摆有高，应该有迄个高highway咩来讲？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嘿。看卖。淡水阁爱去迄个找马街的最好。行路。我看若是新店塞车爱，即摆有迄个快速道路咩来讲？快速道路，阁也是高速公路嘛爱40外分钟。若是行路5点钟，超过5点钟。我凊彩点入去吼。嘿，新店就迄个新店区安尼。对车吼，大边啊。好。甲有一个家乐福嘛是会使。新店到淡水爱有找迄个马街的拜堂。但伊讲即马叫做淡水礼拜，来看卖，就是长老教会的。塞车44分。系啊。行路爱行至少爱6点钟呢，行路。系啊，我拄则找着是安尼。行路对无？系啊，足厉害。还是迄淡炮较巧，坐船啊较紧。系啊。伊为迄个淡炮是为淡炮是为5股。
系啊，对啊，五个来拢伊较紧，对新系啊，店嘛是有水系啊，有水路通雨啊，行啊，嘿啊。系啊，水路系啊，水路我记得咱应该较紧，之前较早有读着讲，因较早诶，因是对定定拢坐船仔来新店遮嘛，传道理的时阵哦，嘛是系啊，拢坐船仔来啊，啊这系啊，行路电脑较啊，也是即个人伊无船通坐，我知，呵呵，继续看吼，嘿，我看觅后壁，拄则头那个直对好，伊每礼拜直对新店，变一个哦，对新店行路到淡水，大约有铺路，铺路哦，大约有铺路铺，所以讲铺应该是单位吼，嘿，铺毋知影是五10公里还埔是偌济，铺应该是差不铺路，多，咱拄则安尼差不多28公里嘛吼，诶，所以讲一铺差不差不多多5公里五公里，哦。嘿，对，差不多。好，好啊，到拜六就起身行，倒拜六就转到，开始啊，系啊是，拜六就开始行，等一下哦，后日啊爱人过去，应该是拜六就起到遐，若无透早要安怎嘿，喊人做礼拜？系啊，系啊，系啊，哇，好，后日啊等一下，倒转到新店就拜一，对，了解，因为路站远，以前等一下，真幸无爱去一间拜堂伫新店，互伊的某囝有机会通礼拜。第诶，第咧去拜堂的时，伊每日带喜食来也是喜食好，每日带喜食来新店，出力打足分拜堂的队，迄个屯我来查看觅，打足应该就是石头，啊是屯，迄个吞，就屯，是吞，就是嘿，填满吞，哦，了解了解，屯，我来记一个，即个屯，嗯，屯拜堂的地，了解，屯地，好，这段你感觉来读一遍？好。老宽，老宽嗯是新店人，伫1873听着道理，因为新店无拜堂，伊每礼拜直直对新店行路到淡水，大约有5铺路，到拜六就起身行，倒转到新店就拜一。因为嗯路站远，伊真心无爱去一间拜堂伫新店，互伊诶嗯某囝有机会通礼拜。伫嗯去拜堂诶时，伊每日带喜食来新店，出力嗯，担足吞拜堂诶地。好，继续吼。嘿，后一段为着信道理，伊捌互歹人抢伊诶家伙，煞要杀伊，煞要杀伊，煞要杀伊，伊带伊诶某囝走去山林，伫土拖土拖坑死伫久，哈？伊久是虾米意思？哦，变一个，诶伫诶，伫土土炭啦，应该是炭那土炭一些土炭坑啦吼。土炭坑好，应该是第三条才对吼。嗯，遐就拄则就拢看无这是虾米意思？土炭坑啊，迄个咧死日久是虾米意思？四字久，就死讲四工吼，毋是四哦，句啊。死，所以讲这应该是第三条吼，死只能杀死。
应该是应该是啦，嘿，是啊，就是讲，拢写掉毋对，都写了看毋对，无意思，嘿啊。对对，好，伫土化空四里久，嘿，安尼就理解啊。好，嗯伫遐祈祷无煞，好，因为真热心出力，教会有敬伊做长老，啊，不是有敬伊做长老，到191受主敬调，热心真重，热心尽忠到尾。好，我知第二点嘛是土炭，土毋是炭土炭，啊，应该迄个所在对毋对啦？拢是调的因迄个飘毋着去。嘿，后来我来读者吼，为好，着信道理，伊捌互歹人抢伊的家伙，煞要杀伊带伊的某囝走去山里，伫土炭坑死嗯一久，伫嗯遐祈祷无煞，因为嗯真热心出力，教会有敬伊做长老，到191就受主敬调，热心嗯尽忠到尾。嗯，呃，好，咱就我去迄个大坑，土炭坑嘿，嘿，就讲迄个土炭坑。我拄则迄个第二点土炭，原来迄个 gas 是叫做土炭。你拄则找迄个第二点摕土炭吼，嘿，后壁有一个词叫土炭，叫土炭啥？土炭气，空气的气。哦，嘿啊，我就拄则看到即个词，感土炭觉起家事，真趣味。嘿啊，假使进前拢无听过即个词，土炭我嘛毋气。捌听过，我即听了假事，讲大师，你拢安怎讲假使就哟？假事啊，就假使，嘿啊，就就是日本日记。时代传落来，翻来好，假使土炭气，好了解。好好，今仔日今日就读到这啊。今日读到遮吼，过好来就是啥？下礼拜继续头回本岛牧师啦吼，来介绍头回本岛牧本岛。师。拄好迄个拄人，拄好读了。嘿，对，过来介绍嗯，牧师啦吼，好，牧师，好，北部的牧师就较毋知啊。系啊。哇，后壁嘛有一个长长的迄个名单。嗯，因好，为南部的教会吼，伊伫嗯，到足落尾才开始互家己教会算家己自独立啦，就是哦家己募款，哦，家嘿，己教育家己培养家己的牧师安尼较晚，所哦，以了解。南部足侪牧师拢是对国阿外婆对英国去。对英国哦拢是对英国来较侪吼。原来是安尼。北部就较无，北部一般是敢若是家牧师伊家己培养安尼，哦，了因解。为加拿大迄边敢若较无派到无啥物外国牧师来，有啦，即摆哦，姑娘啊啦，嘿嘿，是，嗯呵呵，因为嗯，你愈学堂需要人教，都有派人就来，派一寡姑娘仔来教。好好，安尼咱了解。后礼拜再佫继续来读吼。好，后礼拜继续来读。好，好，就再会吼。后礼拜再见。好，好，安安安。好。嗯。